100万嫁妆，少1分都不行。女儿带准婆婆来家里商量婚事。来啦。对方不仅要求让我买5金，还张口就要100万嫁妆。只因我为女儿提了句：“那彩礼呢？”准婆婆起身反手对我就是一耳光。而旁边我养了20多年的女儿竟然说：“妈，你就别闹了，咱们要什么彩礼啊？你就见不得我嫁个有钱人是吗？”既然如此，我不闹了，但这个女儿我也不要了。1天后，我要让他们所有人后悔终生。董事长，您真决定了吗？一旦等会儿在周年庆上宣布傅小姐和她婆家，他们将会失去所有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失去所有。儿子，妈，听说小妹快结婚了，等会儿要带她未来婆婆来家里跟您商量婚事，那您以后可不能再去摆摊卖馄饨了。不卖了，这些年隐瞒身份就是想让她成才，磨练她的意志。现在时机成熟了，我想好了，等会儿回来就告诉她我的身份，顺便把这个手镯以及辉煌集团都送给她做嫁妆，弥补这么多年对她的亏欠。妈，这个手镯可是我祖奶奶传下来的清辉夜宁，价值上亿的传家宝，还有那辉煌集团市值1000亿，您这也太偏心了。臭小子，你从小在国外养尊处优，继承你爸的帝豪集团，更是市值万亿，我对潇潇这点弥补算什么？好，只要妈高兴，妈做什么我都支持。过几天我就回国，到时我也给小妹一个惊喜。好。我宋兰英这辈子最大心愿就是要个女儿，所以当年才和老伴儿从孤儿院收养了小小。兰英，你一直想要个女儿，想好选哪个了吗？妈妈，孩子，你喊我什么？妈妈，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家吗？我愿意跟妈妈回家。好，乖女儿，我带你回家。这次小小出嫁，我一定要风风光光把她嫁出去。大闸蟹来喽！阿姨，听少晨说，您最爱吃的就是这大闸蟹。今天我特地让我妈早上5点就去海鲜市场买了活蟹，这里面蟹肉可嫩了，我给您拿一个。妈，看潇潇对你多好。少晨瞧你说的，以后结了婚，我可是你们顾家人，阿姨就是我婆婆，我就算不对我妈好，也不能怠慢了我婆婆呀。阿姨，我还听少晨说您挺爱旅游的，我在辉煌集团这不是刚获得了一笔季度奖金吗？什么时候您公司不忙了，可以去散散心。好好，笑笑，你有心了。阿姨，这都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。以前小小说工作挣了钱要带我出去转转，可现在……对了妈，我让你给我准备的嫁妆，你准备怎么样了？哦，嫁妆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打算把这个镯子还有灰……不是妈，你逗我玩呢？我结婚你就拿这个破镯子给我当嫁妆？妈，不是我说你，嫁妆那是娘家给自己女儿出嫁的底气，你可倒好，当着我男朋友和未来婆婆的面把我脸都丢尽了。小小，你不知道这镯子可是什么？不就是个地摊货吗？我真服，丢人！小小，你说什么？行了，出个嫁妆磨磨唧唧，我们家实力你是知道的，一般的嫁妆我们可看不上。想让你女儿嫁到我家，嫁妆少说也得100万起步，少拿什么破烂来糊弄我。哦对，还有一套5金，最近金价涨得厉害，我们也不多要，1斤就行。阿姨，我们这种层次的家庭，对女方这点要求不过分吧？你们让娘家去买5金，
五金不应该你们婆家给儿媳准备的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阿姨出的钱已经够多了，还给我们买了婚房。她现在又正忙着推进公司跟辉煌集团合作的事儿，我怎么能再去要5金？那我这个做儿媳的也太不懂事儿了。出钱多，买个零首付婚房也算出钱多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零首付那是因为楼盘活动，低息贷款划算。阿姨这样做也是为了我好啊。为你好？怎么？后面贷款你不用还了？你能不能别钻牛角尖儿？这种金融方面的东西，我说了你也不会懂。行，我不懂。5金你婆婆不买，婚房搞个零首付，那彩礼呢？宋兰英，你女儿能嫁到我顾家，那是你女儿的福气，还敢跟我要彩礼，真是他妈给脸不要脸！我不要脸，明明是你们不讲道理。你们家娶我女儿，让我买5金不说，还张口就要100万嫁妆，我凭什么不能要彩礼？你打我！妈，你就别闹了，还要什么彩礼？你就见不得我嫁个有钱人是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要什么彩礼？你又不是卖闺女，我婆婆家那么有钱，以后我嫁过去，你感觉她会差我钱花吗？就是，我妈可是豪利公司的董事长，可不是一个臭卖馄饨的。卖馄饨怎么了？行了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发现你现在真是年纪大，脾气也大，说2句都说不得了。小小，他们一个打你妈，一个说你妈，现在你反过来说你妈脾气大。他们是脾气直了点，但还不是你自己小心眼儿。如果你真凑不出嫁妆，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反正县城房子也没什么升值潜力。后面你来我家，还能帮我们洗衣做饭，带带孩子。你意思，最后我不但要出钱，还要出力？帮女儿分担压力，本来就是你当妈的应该做的。你怎么一把年纪还算计上了？真是一点都比不上我婆婆。是，我什么都比不上你婆婆，那你就让她去做好了。你跟我说什么？宋兰英，你什么态度？妈，你别闹了行吗？我婆婆她是享福的命，十指碰不得阳春水。你一个乡下来的老妈子，跟我婆婆能比吗？这种脏活累活，你不干谁干？宋兰英，你打我！果然，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，你从来就没把我当过你真正的女儿。你养我，只是为了我以后给你养老送终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你行，既然你不把我当女儿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也不再是我妈。这顿饭别吃了。还有，这个狗都不带的破镯子，我让你恶心我！这可是你祖奶奶留下的镯子，付晓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闭嘴吧！不就是想讹钱吗？给你，不用找了。你还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打的是你对我无礼，这一巴掌打的是你摔碎祖奶奶留下的玉镯，这一巴掌打的是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。你宋兰英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就是因为疯了，当年才瞎了眼把你从孤儿院领回来。既然你这么想讨好你未来婆婆，那以后就让她来伺候你，我不伺候了。你这些年我给予你的一切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一件件讨回来。你现在还有什么用？我们来的时候，你信誓旦旦说你妈很疼你，肯定会拿嫁妆。现在这什么情况？知不知道这次在我妈面前脸都丢尽了？少晨，我妈就是一时上头，你放心，
他就我一个女儿，肯定不会少了我嫁妆的。哼，有些人就是嘴上说的天花乱坠，实际上啥也不是，什么东西，真是浪费我白白跑一趟。阿姨，我别碰我！以前的小小，乖巧，懂事。卖馄饨啦！妈妈刚做的馄饨，快来买呀！哎呦，你女儿真乖，这么小就帮着你卖馄饨。是啊，我女儿最疼我了。妈妈，我要永远做你的乖女儿，永远都疼妈妈。好，妈妈也永远都爱你。现在的小小，你一个乡下来的老妈子，跟我婆婆能比吗？这种脏活累活，你不干谁干？真是一点都比不上我婆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我掏心掏肺的几十年养育恩情，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？妈！妈，你别累着，我帮你拿。好，乖女儿长大了，知道为妈分担了。宋兰英，你干什么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给不给嫁妆？你要是不给，以后就别想我给你养老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威胁你又怎么了？反正你又不会生，就我一个女儿，老了还不是指望我？现在你不管我，等你老了，你以为我会搭理你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1分钱嫁妆都不可能给你。宋兰英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邻居们，快来看看，这就是我妈。我马上要结婚了，她连个嫁妆都舍不得出，就知道朝婆家要彩礼，这哪是嫁女儿，完全就是卖女儿。你们评评理，有这样当妈的吗？这妈当的也太不合格了，女儿出嫁怎么能没嫁妆呢？有些丈母娘就是这样，把女儿当商品，根本就不考虑女儿的感受。当她女儿也真是遭罪。宋兰英，听到了吗？你的所作所为，邻里邻居都看不下去了。你呀，赶紧把嫁妆给我准备好，不然我真跟你断绝关系了。断绝关系？好，我同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同意跟你断绝关系。站住！既然要断，那就断个彻底。把你身上的衣服给我脱了，那是我之前给你买的。好，我脱。哎呀，就算嫁妆没谈好，也不能让自己的妈当众脱衣服啊！这女儿也太畜生了。是啊，这不是在当众羞辱自己的母亲吗？有这样的女儿，真是要活活被气死了。你20块钱买的衣服还你。宋总，宋总，您没事吧？刚才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亏您对她还这么好。你这个女儿也太不是东西了。老徐，我想回集团了。既然在他眼中我如此不堪，那我就让他重新认识认识我，让他看看我宋兰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恭迎宋总回来！恭迎宋总！走，回集团。烦死了！这养母就是养母，跟亲妈根本没得比。这要是我亲妈，就算卖血卖肾，肯定也会把嫁妆给我凑了吧？真是令人恶心。行了，这个时候发牢骚还有用吗？看你妈那穷酸样，就算凑也凑不了多少。对了，上次你不是说辉煌集团要提拔你，什么时候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个再出现问题，那咱们婚事就真不好说了。哎呀，少晨，这个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辉煌集团的徐总前些天刚找过我，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
怎么打不通？怎么回事？少晨，徐总可能在开会，他给我挂了。少晨，阿姨，你们放心，之前徐总已经说集团要提拔我为总经理了，现在他肯定是在忙明天集团周年庆的事情，才没空接的。总经理，徐总亲口跟你说的？对啊，他还给了我3张周年庆的邀请函，你们看。之前听徐总说，这次总经理的任命好像还是董事长的意思。明天周年庆上，董事长应该就会当众宣布了。要不到时我们一起去？付晓，如果明天你真能成为辉煌集团总经理，那我立即就跟你结婚。真的吗？好。董事长，您真决定了吗？一旦等会儿在周年庆上宣布，傅小姐和她婆家，他们将会失去所有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失去所有。是。傅晓，等会儿我就会让你重新认识认识，你眼中这个只会摆摊卖馄饨的老妈子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阿姨，等会儿董事长宣布我为总经理后，我立即就向他引荐豪利，争取以后让豪利跟辉煌集团达成长期合作。好啊，这以后有了辉煌集团的支持，我看谁还瞧不起我家豪利。妈，周年庆快开始了，咱们赶紧先去占位置吧。对对，先占位置。劳斯莱斯，这排场难道是辉煌集团董事长？没想到这里竟然能提前遇到董事长，我们运气也太好了。咦，这身影怎么看着有点像我妈？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卖馄饨的，怎么可能坐得起这种豪车？妈！宋兰英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都能来的地方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说，就算你想求得小小的原谅，也不至于租个劳斯莱斯来道歉吧？我给他道歉，他也配？宋兰英，租了辆豪车，借了身衣服，真把自己当大款了？你一个卖馄饨的土鳖，在这装什么阔气呢？赶紧滚，丢人现眼！你这老太太怎么骂人？这可是我们哪来的黄毛丫头，也敢跟我张凤呲牙？反了你了！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打他怎么了？一个底层的垃圾而已。我婆婆可是豪利公司的董事长，打他还嫌脏呢。你意思是，豪利一个小公司的老板就能随便打人？那像辉煌集团这样更大的公司，是不是也能打他这个豪利的董事长？那当然。如果真是辉煌集团董事长在这儿，他别说打我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没话说。谁让人家辉煌比我豪利有钱呢？有道理。你干什么？刚才是你说的，我就是打死你，你也没话说。你个贱人，你当自己是辉煌集团董事长？我打死你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林总监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疯女人在这闹事。之前听徐总说，这傅晓好像要成为集团的总经理。如果她真成了总经理，那我可得好好巴结巴结她。原来是副经理啊！副经理，像这种事情找保安处理就行了，你们在这儿跟他一块胡闹什么？今天周年庆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万一被董事长看到，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林总监，不是我们胡闹，是他在这儿胡搅蛮缠，我们只想赶走他。对对，林总监，您千万别误会。我说哪来的老妈子？今天我们辉煌集团在这儿举办周年庆，你也敢来这儿闹事儿，还想不想活了？来人，把这几个人全给我轰走！是。等等，你身为辉煌集团的人事部总监，只听他们一面之词就要赶我，
你就不怕我也是来参加周年庆的？就你，老东西，你有参会的邀请函吗？我不需要邀请函。林总监，你快听听他说什么。不需要。辉煌集团的宴会向来是逢敬必寒，除非参会的人是董事长。没有邀请函还是参加周年庆？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呢？老东西，我没工夫在这跟你瞎扯，赶紧滚蛋！让我滚？林强，你就不怕我走了，辉煌集团这个周年夜办不成吗？办不成？我说你还真是够不要脸的。现在已经9点了，里面周年庆已经开始了，还没你办不成，真是。什么？董事长还没到？周年庆要往后推迟半小时？难道你妈她真是辉煌集团董事长？不可能！我从小到大，她都在摆摊卖馄饨，怎么可能跟辉煌集团扯上关系？而且，如果她真是，林总监怎会不认识？董事长这些年一直比较低调，只有徐总才有机会见。像我这种级别，哪有资格见他？不过，付晓既然说他只是个卖馄饨的，估计刚刚周年庆推迟应该只是巧合。董事长我当然认识，像他这种德行，怎么可能会是我们辉煌集团的董事长？宋总，今天周年庆人会比较多，为避免麻烦，我已经让人为您开通了 VIP 专属通道，可以从后门直接进去。知道了。你刚说你认识我，可我好像并不认识你。他刚才的话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多厉害，最后还不是灰溜溜走了。一个卖馄饨的老妈子，还想混进辉煌集团的周年庆，真是痴心妄想。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快进去吧。傅小姐，听说今天你要升职为集团总经理，恭喜啊！傅小姐真漂亮，才貌双全，怪不得会得到董事长赏识。以后傅小姐可要多多关照我们。一定一定。这位是豪利的张夫人吧？儿媳这么有能力，婆婆又这么有钱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这是我名片，希望以后和豪利能多多合作。好说好说。傅经理，张夫人，看来今天是你们家要飞黄腾达的日子。都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看中小小，托了他老人家的福呀。是啊，不是董事长慧眼识珠，我也不能有今天。等会儿董事长到了，我一定得好好感谢他。林总监，你见过董事长？这董事长到底长什么样子呀？他那自然是雍容华贵，气质非凡了，跟我们这些普通人肯定不一样的嘛。这么一说，我就更期待等会儿见面了。肯定跟我那个死妈一个天一个地。董事长到。是他，妈。原来这就是传闻中辉煌集团的董事长，真是优雅贵气。是啊，我还一直以为是个老太太呢。优雅个屁，她就是个摆摊卖馄饨的。卖馄饨？宋兰英，你到底还有完没完？怎么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？你跟屁虫啊！我跟你，付晓，你也太自恋了。我来这儿参加辉煌集团的周年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你来参加辉煌集团周年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一个卖馄饨的，知道辉煌集团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来这里肯定是想来诋毁我的。诋毁你？没错，我马上要升任辉煌集团总经理，你心里不痛快，所以你想毁了我。自以为是，我要毁你还用得着诋毁？宋兰英，你表面老实巴交，没想到内心这么阴暗。哼，不就让你出个嫁妆吗？至于这么报复我们吗？你放心，现在你那3瓜俩枣我们看不上了，赶紧滚！别他妈像个小丑一样在这丢人！原来这个女的不是董事长，她是傅小姐的母亲。你们猜的没错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辉煌集团董事长，她就是傅晓的穷鬼养母。自己女儿出嫁，1分嫁妆钱不愿出就算了，现在女儿要晋升，竟然还来现场捣乱。你们说有这样当妈的吗？
这母亲不为子女考虑，还毁子女前程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我妈要是这样，我早被气死了。这女人真不是东西。大家都看不下去了，还不赶快滚！一大把年纪就知道作，丢人现眼。到底谁不是东西？到底是谁在丢人现眼？马上他们就知道了。宋兰英，你到底还想发疯到什么时候？这么多人看着，你是非要把我的脸丢光才甘心吗？跟他还废什么话？林总监，把这个老贱蹄子赶出去！不许动我们宋总！宋总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喊他宋总，一个靠我女朋友养活的废物，竟然让别人喊自己宋总，我说你还真他妈不要脸啊！宋兰英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你现在走，回去把嫁妆给我重新准备齐全。这2天的事儿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然以后你死了，我都不会埋你。傅晓，你感觉你现在还有机会威胁我吗？什么意思？看看这是什么？你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，还拒绝我分你的财产。宋兰英，你有什么财产可让我分的？就老家的那个破房子。我呸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亿万富婆呢。万一我真是……得了吧你！你要是富婆，我就是秦始皇。没什么意见，就签字吧，别反悔就行。反悔？要反悔的也只能是你，没了我，我看以后你怎么活。现在老年人动不动就拿断亲威胁，就喜欢作妖。是啊，一点都不考虑年轻人，不帮着分担压力也就算了，还天天找麻烦。摊上这样的妈也是倒霉。摊上我这样的妈倒霉？哼，是我摊上这样的女儿才倒霉。等着吧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真相。宋兰英，小小这马上就升任辉煌集团的总经理，这个时候你跟他断亲，看来你还真是没有享福的命。就他还享福？他就是个老妈子的命，一脸穷苦相。哪像我婆婆，天生富贵，满脸福相。妈，您就放心吧，等我当了辉煌集团的总经理，到时您要什么我给您买什么，包包、首饰随便您挑。好啊，还得是我张家的儿媳，就是孝顺。这某些人可是酸坏了吧？养了20几年的女儿，到头来对别人一口一个妈。傅晓，你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不过今天你可能要失望了，有我在这里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辉煌集团的总经理。宋兰英，你以为你谁啊？晋升总经理那是董事长的决定，你带几个人在这胡咧咧几句，就以为能改变董事长的决定了，真是异想天开。喂，哎，是我，您说什么？集团要取消我总经理的任职？不是，为什么？喂，小小，什么情况？集团怎么会取消你总经理的职位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给我打电话的这个人说我品德不行，白眼狼，而且还要开除我。什么？还要开除你？林总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，我不知道啊。副经理升职的事儿，我之前也是听徐总说的，只有徐总等会儿到了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不过按理来说，集团人事任命确定后是不会随意变化的。副经理，你看看刚才的电话是不是公司的号码？不是，是个陌生的号码。陌生号码？我明白了，跟你打电话的肯定就不是集团的人。肯定是他搞的鬼。宋兰英，为了膈应我们，竟然敢找人伪装辉煌集团的员工打假电话，我说你也太贱了。伪装？
有没有可能刚才打电话的就是辉煌集团的人？够了，宋兰英，到了现在你还在装，都是我以前太惯着你了，让你现在跟我这么蹬鼻子上脸。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！住手！你就是付晓？你是谁？我是辉煌集团董事部的工作人员，这是集团对你下发的辞退通知书。限你今天在下班之前必须收拾东西离开公司，不然我们将会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什么？小陈，我让人事部给付晓发的辞退通知书送到了吗？徐总，现在这个点儿应该已经送到了。好，宋总应该也已经到了，我们加快速度，尽快赶到。是。我说你们这些人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他法盲，你们也敢跟他一起法盲？冒充辉煌集团，这是犯法的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想进去了。傅小姐，我劝你还是先看看上面的公章再说。什么狗屁公章？你感觉我会信？这好像真是集团的公章。什么？林总监，你没看错吧？怎么可能看错？人事部每次的合同都要盖公章，我闭着眼都能把公章画出来。不可能啊！我什么错都没犯，怎么会被集团突然辞退通知？你什么错都没犯，你品德不行，白眼狼。这些刚才电话里跟你说的还够不清楚？你给我闭嘴！付晓，你不会真以为你能进入辉煌集团，而且有机会晋升总经理，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吧？废话，难道不是吗？不然是你给的？没错，就是我给的。而我现在要把这一切全部收回。你，我从小到大你在路边卖了几十年馄饨，就你还想左右我的事业？你疯了吧？我能进辉煌集团，完全是因为我的优秀，我的才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小小，这个公章肯定是他找人伪造的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弄个假公章算什么难事？这老婆子胆儿也太肥了，辉煌集团的公章都敢造假。是啊，为了毁掉自己女儿，真是什么缺刀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现在就跟辉煌集团打电话确认，看看这公章是不是造假。宋总，确认你大爷！一个乡下的穷鬼，赶紧给我滚！除了付晓，还有你们。忘了说了，从现在起，豪利被辉煌集团彻底拉黑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跟辉煌集团合作。宋兰英，你敢打我妈，还敢诅咒我们豪利，我他妈！顾总，不好了，刚刚接到辉煌集团的通知，辉煌集团所有跟我们豪利的意向合作全部取消了。你说什么？辉煌集团跟我们豪利的合作全取消了？儿子，什么情况？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好端端的，辉煌集团怎么就取消跟我们豪利合作了？肯定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在这闹事，被董事长知道了，让我工作没了，豪利的合作也没了，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你，宋兰英，你现在立刻去跟辉煌集团解释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给我松开！你不去解释，我就不松了。你还敢打我？我。等等，徐总的电话。喂，徐总。林强，我听说董事长已经到了，今天周年庆十分重要，你务必在现场给我维持好秩序，千万不能出现差错，我马上就到。是，徐总放心，我一定维持好现场秩序，绝不会有任何闪失。董事长已经到了，难道？不对，
如果他真是董事长，傅晓怎么会说他卖了几十年的馄饨？难道是董事长走错厅了？林总监，你怎么了？刚接到徐总电话，他马上就到。副经理，你还是别跟他纠缠了，万一徐总来了，等会儿不好收场。可是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刚刚我已经登录公司的人事系统查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你被开除的信息，是这老婆婆造假公章，故意骗你们的。什么？林总监，那刚才我们豪利合作被取消呢？当然也是假的。这个老婆子不仅公然造假集团的公章，还敢肆意找人冒充集团的工作人员。等会儿徐总到了，看我怎么处置他。好啊，宋兰英，我说你一个卖馄饨的，怎么突然这么厉害？原来是个装货。徐总马上就到，等会儿一定把你抓起来，送进监狱，让你牢底坐穿。好啊，我等着，等他来了，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骗你们的。别跟他们废话了，哼，把他们先给我抓起来，等徐总来了一并处置。是。站住！我看你们谁敢动宋总！贱人，刚才在外面没挨够是吧？这个时候了还敢狗叫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你们刚刚在干什么？徐总您来了。是这样的，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疯婆子在我们周年庆这儿闹事呢，我们正准备把她抓起来。什么？哼，老徐，你什么时候眼光变得这么差了？竟然找这种草包来组织周年庆！老东西，你骂谁草包呢？你活腻了！还有，老徐也是你能叫的？你知道徐总什么身份吗？徐总，您怎么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徐总，我知道我没维护好周年庆的现场秩序是我不对，但这都是因为这个疯婆子突然闯进来闹事，我也没料到啊！是啊，徐总，我能作证，是这个疯婆子突然闯进来，在这恶意诋毁我们，不是林总监的错。诋毁？傅小姐，那你说说，她为什么要诋毁你？徐总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老婆子其实是我的吸血鬼养母，就因为我要出嫁，昨天找她要了个嫁妆，她不愿意出，然后就怀恨在心，今天直接来周年庆当众诋毁我，也是刚刚她一直在这儿作妖，林总监才看不下去的。哼，所以，在你眼中，都是她这个养育你20多年母亲的错了？当然，不过徐总放心，我作为集团未来的总经理，我眼中只有咱们辉煌集团，绝不会假公济私的。对了，徐总，刚刚他还在这儿拿假的集团公章骗人，让人假冒公司的工作人员，行为极其恶劣。徐总，你快让人把他抓起来，不用看我面子。对，徐总，快把他抓起来吧。还不用看你面子，还集团未来总经理，傅晓，你也配？徐总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到了这个时候，还做着你总经理的春秋大梦。董事部刚刚对你下达了辞退通知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辉煌集团的员工了。辞退通知？徐总，我升任集团总经理，不是董事长的意思吗？你不能因为这个老婆子对我几句诋毁就把我开了。让你升任集团总经理确实是董事长的意思，但是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母亲养了你20多年，对你视如己出，卖馄饨供你上到研究生，可谓为你做牛做马，有求必应。而你做了什么？你未来婆婆扇你妈，你不仅不帮着你妈说话，还为了讨好对方跟你妈掀桌。像你这种不孝的白眼狼，你有什么资格还待在辉煌集团？这林夫人可真沉得住气。原来我们都被傅晓骗了，自己妈被打，不帮不说，还为了讨好未来婆婆跟自己妈掀桌，这也太畜生了。是啊，刚刚当着众人的面她还不嫌臊，一口一个喊她那个未来婆婆妈呢，真是恶心，臭不要脸。不是这样的，徐总，这是他对我的污蔑，我从来没有对他做过这样的事儿，我很孝顺的。孝顺？傅晓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妈，把我袜子脱了，玩游戏脱不开手。小小端菜，小小
妈，把这个也洗了。以前我一直想要个女儿，所以处处惯着你，宠着你，总想给你最好的母爱。可万万没想，竟惯出你这样一个白眼狼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不配了。宋兰英，你快给我闭嘴！徐总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能进辉煌集团，完全是因为我个人能力，你不能轻信一个老婆子的话呀。付晓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，就凭你那点能力，拿什么进辉煌集团？还有你们那个豪利，一个皮包公司，又有什么资格跟辉煌集团谈合作？哎呀，没天理了！你们快看看，这个徐明和这个疯婆子，为了搞破鞋，滥用职权，公然违抗董事长下发的人事决定。你们说说，有这样当领导的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赶快给我起来！我不起，我要见董事长。来人，把这个泼妇给我扔出去！徐总，我看我婆婆说的也不一定没道理。你要跟她真没关系，凭什么这么袒护她？而且我当总经理的决定是董事长下发的，你没有权利决定我的去留。那你认为谁有权利？当然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。那如果董事长也要辞退你呢？不可能！如果董事长真要辞退我，他怎么可能还要在周年庆上宣布我为集团总经理？而且，我认识帝豪集团的总裁，辉煌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就凭这层关系，他也不可能开除我。什么？付晓竟然认识帝豪集团的总裁？你说，你认识帝豪集团的总裁？准确点说，是我亲生母亲认识他。你的亲生母亲？没错。你别碰我，小小，我没骗你，我真是你亲妈。刚才 DNA 鉴定报告你都已经看了，怎么还不信呢？你是我亲妈又怎样？我小时候你不管，现在长大了知道找我了，你感觉我会认你吗？小小，小时候的事儿都是误会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好好向你解释。而且我现在有钱了，以前亏欠你的，我都会一一弥补给你的。谁稀罕弥补？小小，你不是在辉煌集团上班吗？我认识你们董事长他儿子，帝豪集团的总裁。只要你认我，我可以请他帮忙，让辉煌集团董事长给你升职。赵杰，你真以为我傻？帝豪集团可是市值万亿的企业，你要认识他，还能来找我？小小，我……小小，记得跟妈打电话，妈等着你。之前还不信赵姐说的，但现在看，没准我升任总经理的事还真是他帮的忙。现在必须把他这层关系搬出来，不然真要被这姓徐的搞死了。所以，你们感觉我有这层关系，董事长来到后我会被开除吗？开除我，分明是你们自作主张。没想到付晓的亲妈竟然认识董事长的儿子，这关系真硬啊！是啊，有这关系，徐总也没法动他。付晓的亲妈也太厉害了。付晓，你不会以为就这点依仗就能让你留下来吧？不然呢？你觉得在这闹事就能毁了我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不过就是个卖馄饨的老妈子，就算和这个徐明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，只要董事长不发话，谁都不能开除我。够了！你真是顽固不化，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。现在我就让你们重新认识认识我身旁这位女士到底是谁。她其实就是我们辉煌集团的。她其实就是我们辉煌集团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少晨，我胸好闷，快给我拿药，我心脏病好像要犯了。心脏病？这好端端的，怎
怎么突然犯心脏病了？我一紧张，这心脏就容易受不住。先别说了，快带我去医院。好，妈，你挺住啊！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你们把我妈气得心脏病发作，这次她要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快，宋兰英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现在满意了？哼，因为我，都是他自作自受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？你们2个给我等着，今天的事情没完，我一定会告诉我亲生母亲。老徐，让人查查，看看他亲生母亲是什么人，到底有什么能耐，能对付我，还跟我儿子扯上关系。是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她竟然能直接命令徐总。林强，徐总，我错了，刚刚都是我糊涂，被付晓他们蒙蔽了，我真没想跟这位阿姨作对啊。蒙蔽？你作为辉煌集团的人事经理，组织这么重要的庆典，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，而且仗势欺人，作威作福。我看这个人事经理你也别干了，老徐，立即把他开了。林强，你现在被开除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。是。徐总，不要啊！阿姨，我错了。我去，这阿姨也太牛了，说开就把林经理开了。是啊，这阿姨到底什么身份啊？竟然能让徐总都对她这么毕恭毕敬。老徐，我有点累了，带我去休息室吧。是。董事长，刚刚都怪我，不是我来的这么晚，他们也不敢对您如此放肆。不怪你，反倒是你的晚来，让我更看清楚了付晓的嘴脸。都说慈母多败儿，都是以前我太宠着她了，才造成了她如今目无尊卑、忘恩负义。董事长，你也别太放心上，毕竟山不转水转，除了他，您还有傅少。关于付晓的事情，傅少已经知道了。刚我来的路上，他还打电话嘱咐我，让我多安慰安慰您。傅少从小在国外，您对他关心最少，却没想到头来还是他最疼您。是啊，这些年是我愧对行舟了。对了，董事长，傅少还说过2天他就回国了，而且这次他还会带他女朋友一起回来。女朋友？这小子竟然瞒着我，还谈了个对象。不过也老大不小，该结婚了。这次行舟回国，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他，再给我未来儿媳好好准备一个见面礼。徐明和宋兰英这2个贱人，都是因为他们，害得我心脏病复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对了，付晓，你不是说你亲妈认识帝豪集团的总裁吗？赶紧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帮帮我们啊！对，帝豪集团总裁可是辉煌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他要帮我们在董事长面前说说，董事长肯定会严查今天的事儿。到时别说你重新担任总经理，我们豪利也能再次跟辉煌合作，甚至还能趁这个机会让董事长把那个徐明开了。行，那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。小小，你终于跟我打电话了。那个，你上次跟我说你认识帝豪集团总裁的事情，没骗我吧？当然没有啦，小小，我可是你亲妈，怎么会骗你呢？那这么说，我升任辉煌集团总经理的事情，也是你在背后帮的忙？升任辉煌集团总经理，我什么时候帮他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，小小？妈，我就知道是你帮的，除了亲生母亲，谁还会对我这么好？女儿，你认我这个妈了？不过妈，我现在遇到一些麻烦，你能不能帮我再解决一下？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今天辉煌集团本来要给我升职，但一个叫徐明的副总突然把我开了，还取消了跟我婆婆公司的合作。妈，你上次不是说帝豪总裁是辉煌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吗？你认识他，你看能不能让他帮下忙？还有这种事？放心吧，女儿，帝豪总裁怎么说也是辉煌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只要他开口，辉煌董事长肯定不会不管的。不过他现在还在国外，要不等过几天他回国了再跟他说。好啊，不过妈，那就多麻烦你了。瞧你说的，跟自己亲妈还这么客气。这样，这几天我带你去逛逛商场，
到时你想要什么衣服啊、首饰的，尽管跟妈说，妈都给你买。这次妈好好弥补弥补你。谢谢妈。没事。果然还是亲妈好，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亲妈才会对自己女儿这么操心。哼，什么养母都是假的。潇潇，你妈答应了。我妈刚说了，等过2天帝豪集团总裁回国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他，到时候一切都能挽救回来。太好了，潇潇，这次可千万不能放过你那个穷酸养母啊！当然，那个宋兰英今天让我丢这么大的脸，这次我一定不会放过她，我要她跪在我面前认错道歉。太太，这款是我们帝豪珠宝的镇店之宝，刚刚从面国空运过来的帝王绿翡翠手镯，售价高达500万。您真的确定要买吗？这款帝王绿手镯虽然比不上祖奶奶留下的那款清辉夜凝，但在玉镯中已经算是极品，给儿媳当见面礼也不算寒碜。包起来吧。好的，太太，我现在就给您包起来。妈，刚刚你给我买了那么多名牌包包和衣服，我作为晚辈哪能只索取不付出呀？这帝豪珠宝是京海最大的珠宝店，你想要什么首饰尽管挑，女儿送您。宝贝女儿真孝顺。当然了，我不对亲母孝顺，难不成还对养母孝顺？宋兰英，宋兰英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没长眼吗？没看到我在买镯子？就你来这儿买镯子，不愧是傍上徐明了，连帝豪珠宝这种地方都敢来了。小小，这大妈谁呀？妈，这位大妈就是我那个吸血鬼养母。哼，原来你就是小小那个穷酸养母啊！宋兰英，忘记跟你介绍了，这位呢，就是我在周延庆上说的我的亲生母亲。她是你亲生母亲？对啊，怎么看到我跟亲妈在一起，你很难受啊？这亲妈就是亲妈，瞧瞧我这身名牌，都是我亲妈刚给我买的，哪像跟着你这个穷鬼，一件名牌衣服都没让我穿过。傅晓，你果然是个白眼狼！我含辛茹苦养育你20多年，供你上到研究生，到头来竟然抵不上几件衣服。当然抵不过。怎么，我还得感谢你啊！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孤儿院领走，说不定我妈早就找到我，让过上好日子。都怪你，耽误了我的人生。怪我？耽误了你的人生？没错，你但凡有一点能耐，我至于现在连个像样的嫁妆都没有吗？从小到大，你除了会给我丢人现眼，还会干什么？你，小小，别跟你这个穷鬼养母浪费口舌了。你不是说要给我买首饰吗？我看这个镯子就不错。妈，你眼光可真好，这个镯子一看就特别符合你的气质，你戴上真好看。我感觉也是。那乖女儿，就买这个吧。好，只要我妈喜欢，我现在就买。刷卡。这副镯子我要了。小姐，这副镯子是阿姨先看上的。她先看上又怎么了？又买不起，最后还不是我的。谁说我买不起？我看买不起的应该是你。这款镯子售价500万，你卡里有这么多钱吗？500万？这副镯子卖500万？是的，这副是刚从面国空运过来的帝王绿手镯。什么帝王绿手镯？这也太贵了吧！就算把我卡里的钱刷干也买不起啊！既然买不起，那现在就请把镯子还给我。宋兰英，装什么？搞得跟你买得起一样。你不过就是个卖馄饨的，拿什么买这镯子？卖馄饨？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？他就是一卖馄饨的穷鬼，你们还真指望他来买这副镯子？像他这种档次的人，根本就不配来这种地方。是吗？那现在就让你看看，像我这种档次的人，到底配不配来这种地方？现在就刷卡。这
竟然是辉煌集团和4大行联合发售的限量黑金卡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黑金卡不是只有辉煌集团少量的高层才有吗？她一个卖馄饨的老婆子怎么会有黑金卡？难道……宋兰英，你是不是真把大家都当傻子了？拿个假的黑金卡出来装逼，你也不怕丢人？我还以为这阿姨多厉害，原来拿的黑金卡是个假的。刚刚我还差点真以为她是什么大人物呢。阿姨，你确定要刷这张卡？我确定，就刷这张卡。行吧。喜欢装是吧？行，等会儿我看你当这么多人的面怎么收场。刷卡成功。什么？这张黑金卡竟然不是假的？哼，谁告诉你这张黑金卡是假的？放眼整个京海，你感觉有谁敢仿造辉煌集团的黑金卡？如果这张黑金卡是真的，那你跟辉煌集团是什么关系？你觉得呢？行了，别他妈装了！就算这黑金卡是真的，那也不是你的，肯定是徐明给的你。徐明能让你随随便便花500万买一个镯子，看来他平日里可没少贪污辉煌集团的钱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靠男人啊！宋兰英，如果辉煌集团董事长知道徐明和你贪污了集团这么多钱，你感觉他会怎么处置你们？恐怕你们2个这辈子这不得牢底坐穿了吧？傅晓，我看你现在还真是无药可救了。算了，懒得跟你再废话。麻烦现在就把这个镯子给我包起来，我要带走。好。等等，谁允许他带走了？这个镯子我要了。你要？这是一豪集团合作会的邀请函，能参加一豪合作会的都是非富即贵。你们最好想想，要不要因为他得罪一个你们总裁专门邀请参加一豪合作会的朋友。这位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镯子我们不卖你了，我们可不想因为你丢了工作。是啊，是你自己得罪了他们，跟我们可没关系，别牵累我们。你们，妈，果然还是你厉害。事实证明，有些东西还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某些人没关系没人脉，拿别人的钱充大款，最后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好意思啊，宋兰英，谁让我跟帝豪总裁的关系好呢？恐怕以后你都不要想在帝豪珠宝再买一件首饰了，真可怜。仗着跟帝豪总裁有点关系，就在这仗势欺人，那还真巧了。我跟帝豪总裁的关系也很好，而且绝对不是你能比的。你吹什么牛？见过帝豪总裁吗你？还不是我能比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妈呢。就是，你要真有认识帝豪总裁的能耐，还会摆一辈子摊卖馄饨，真搞笑。行，既然你们不信，那我现在就跟他打电话，让你们看看我到底认不认识帝豪集团的总裁。喂，妈。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真以为装模作样打个电话就认识帝豪总裁了？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你他妈也配？傅晓，我要知道你这么畜生，当年我绝不会从孤儿院收养你。喂，妈。现在手机坏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奇怪，我妈刚跟我打电话，怎么刚打通就挂断了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难道我妈出什么事了？我看看她手机关机前定位在哪儿。帝豪珠宝。吴店长，我妈在帝豪珠宝可能遇到麻烦了，你赶紧回店里一趟。好的，副总，我现在就回去。现在就让你们店长过来，我要见他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长有事出去了，没空。
刚才说认识帝豪总裁，现在又要见帝豪珠宝的店长宋兰英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影响了我们购物的心情，现在必须给我们道歉！踩碎了我的手机，还让我给你们道歉，你妄想！是吗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没听到赵女士的话吗？赶紧道歉！放开我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赵总，你认识我？哎呀，赵总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我王浩，之前我还去你们公司应聘过保安队长呢。哦，王浩啊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疯女人刚刚一直在这骚扰我，赶快把她抓起来！刚刚吴店长打电话说帝豪珠宝有突发情况，难道说的就是他？我说，刚才就是你在这闹事的，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消停，还不赶紧向赵总道歉！我跟他道歉。你作为帝豪珠宝的保安队长，来到后第一时间不查监控，不看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就听他一面之词，上来就将锅甩到我头上。你这当的什么保安队长？你看什么监控？大家又不瞎，明明就是你在这闹事儿。不信你可以问他们。看到了吗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刚刚就是这个老婆子在这胡搅蛮缠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购物体验。现在你还怎么抵赖？赶紧道歉！我不会道歉的，把你们店长叫过来，我要见他。还要见店长？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是。等等，是吴店长的电话。哎，吴店长，我已经听你的到店里了。王浩，现在店里什么情况？没多大事儿，就是一个老婆子在这瞎闹，我正要叫人处理她呢。老婆子，你等我，我还有5分钟，马上就到。好的，吴店长。你不是想见我们店长吗？我们店长马上就到，不过等他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我后悔？我看到时候是谁后悔。宋兰英，我说你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在装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就是个卖馄饨的乡下妇女。昨天在周年庆上，你靠着徐明耀武扬威，现在没了徐明，你还能靠谁？等会儿吴店长来了，看你怎么被赶出去。行啊，那我还非要看看我怎么被赶出去。宋兰英，我发现你这张嘴还真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阿姨，要不你就道个歉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是啊，别挣扎了，人家都认识帝豪的总裁，就算店长来了，难不成人家还会帮你吗？别跟他废话了，王浩，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。赵总，可是吴店长说他马上就到了。怕什么？就算他到了，也得听我的。谁说我要听你的？吴店长，您来了。就是这个老婆子在这闹事儿，我们正让她道歉呢。奇怪，她怎么这么眼熟？是她。你就是这里店长。刚刚这个老婆子一直在这骚扰我们买首饰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说什么？她骚扰你们买首饰？对，你们销售和保安都能为我作证，不信你问他们。吴店长，刚刚确实是她在这闹事儿。对，我们也能证明，这老婆子从开始她就没消停过。什么叫我从开始就没消停过？你这女孩怎么能昧良心说话？我才没有。没有？那行，那你现在就把监控调出来，让吴店长看看到底谁在闹事，谁在说谎。老东西，你叫什么叫？死到临头了，还死鸭子嘴硬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吴店长，你打我们做什么？一群混账！你们知道这位太太是谁吗？你们也敢抓她，也敢说她闹事？吴店长，
你认错人了吧？她只是一个卖馄饨的老婆子，你讨好她做什么？我不讨好她，那你说我应该讨好谁？当然是我妈了，我妈可认识你们帝豪集团的总裁吴店长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要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老婆子而得罪我妈，以后你可别后悔。后悔？我看该后悔的人是你们。你知道他跟我们总裁什么关系吗？还他骚扰你们，知不知道只要他想要，这里所有的珠宝都是他的？什么？天哪，这阿姨到底什么身份？刚刚不是说这个阿姨是卖馄饨的吗？是啊，难道她真跟帝豪总裁有关系？看吴店长这态度，不像是装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她可是我的养母，她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？吴店长，你该不会被她收买了吧？傅晓，到了现在，你竟然还看不出来我的身份，真是愚蠢至极！你的身份？别跟他们废话了，现在就把他们赶出去，并且将他们永远拉黑。我要他们这辈子都不许再踏足帝豪珠宝。是夫人。保安，把这2个人给我轰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宋兰英，说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宋夫人，真是抱歉，刚才让您受委屈了。什么？吴店长竟然向他道歉？这老婆子到底什么人？你们3个见风使舵，仗势欺人，像你们这种人根本不配待在帝豪珠宝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被开除了。你凭什么开除我们？我凭什么？吴店长，你来告诉他们，我凭什么？真是一群蠢货！我告诉你们，宋夫人别说开除你们，就是我们帝行的总裁副总，只要宋夫人不满意，这个总裁位置她也坐不稳，更何况你们。什么？阿姨，您到底什么身份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是。吴店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们错了，求您饶了我们这一次。走。宋总，我马上就到帝豪珠宝门口了。好，我这边也买好了，等下我就出去。吴店长，把这款镯子给我包起来吧。是，夫人。小小，你确定宋兰英真的只是个卖馄饨的？她如果只是个卖馄饨的，叶豪珠宝的吴店长刚才怎么那么偏向她？而且还说只要她想，所有珠宝都是她的。妈，会不会真是宋兰英收买了吴店长？不可能，一豪珠宝的店长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被一个卖馄饨的收买？这不合逻辑。而且刚才吴店长一直强调宋兰英的身份，小小，你说他会不会真的跟一豪集团有关系？不可能，妈，我从小跟宋兰英长大，看着她卖了几十年馄饨，她跟一豪集团怎么可能会扯上关系？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妈，你就别疑神疑鬼了。妈，你快看那儿！刚才吴店长之所以那么偏向宋兰英，原来还是因为这个徐明。徐明，小小，你上次说的辉煌集团那个副总就是他？没错，妈，就是他。昨天周年庆，就是他跟宋兰英勾搭在一起把我开了。现在宋兰英又拿他的黑金卡恶心我们，这2个明显有一腿。妈，你这次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宝贝放心，等我让帝豪总裁跟他那个辉煌董事长妈一说，辉煌集团肯定会严惩这2人的。帝豪总裁？可是妈，那个帝豪总裁什么时候才回国啊？听说今天他就回来了，明天我正好参加一豪的合作会，到时我带你一起去。只要这次我们能成为一豪的合作伙伴，什么徐明、宋兰英，以后见了你都得乖乖低头。妈，你真厉害，我就知道跟你肯定没错。不过女儿，参加这一豪合作会有项规定，就是参选合作的企业法人和其亲属必须要递交体检报告，不然就不让参加。要不等会儿我带你去做个体检，毕竟你是我女儿，属于直系亲属。妈，这公司间的合作还需要体检啊？是啊，帝豪毕竟大公司，规矩多嘛。
小小，以后我可是打算把公司交给你继承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参加这次合作会，跟帝豪集团搞好关系。给我继承？那行吧，我都听你的。我现在就跟你去体检。女儿真乖。宋总，上次你让我调查的付晓亲生母亲，我让人已经把信息查出来了，这是关于她的全部资料，您过目。宋总，调查信息上说这个赵杰的肾脏好像有问题，这2年一直在找合适的肾源，他现在突然找付晓相认，莫非……在付晓眼中，我这个养母从来都是一无是处，永远比不上他亲妈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次我就让他亲眼看看他所看重的亲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亲妈又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明白了，宋总。等着吧，付晓，这次我一定让你悔不当初。妈，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多少年没回家了？哎呦妈，我都多大人了，你还拧我耳朵？你未来儿媳可在旁边看着呢。未来儿媳，阿姨好，我叫沈若雪。孩子，快坐快坐。妈，以前你偏心付晓，以后看来又要偏心若雪了。臭小子，你还吃醋了？不过以前妈确实亏待了你，怪妈识人不清，看错了人。妈，你别责怪自己，付晓这种人本来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，就算你对他再怎么好，他还是不会珍惜你的恩情的。是啊，阿姨，您这个年纪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唉，妈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，以后打算留在你身旁陪你。真的，儿子，你没骗妈？当然，妈，怎么会骗你呢？现在国内市场潜力巨大，明天举行的帝豪合作会就是打算跟国内一些企业建立联系，为以后发展打基础。当然，这场合作会还得需要您亲自到现场替我把关。儿子，你的能力就足以应对，我就不去了。妈，您可是帝豪和辉煌2大集团的定海神针，这么重要的合作会，您不出席怎么能行？而且这么多年，因为您的低调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您的身份。趁这次机会，我也想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您。妈，这次你就听我的吧。好，我听儿子的，明天跟你们一起去。这就对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老徐，快把我给若雪买的礼物拿过来。哎，好的。哎呦，这云顶酒店可真气派啊！云顶酒店可是帝豪旗下最大的酒店，全层高53层，能不气派吗？而且听说今天帝豪合作会就在50楼那个最大的帝王厅举办。妈，那今天来参加合作会的人是不是特别多？你看这楼下车位都停满了。那是自然，今天帝豪总裁的母亲也会亲临，金海很多名流都想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呢。帝豪总裁的母亲，那不就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？没错，所以这次也是我们讨好老夫人的好机会。只要把她哄开心了，还愁她不帮你们处置徐明和宋兰英，到时候你们失去的一切都能回来。好好，那我要好好巴结这位老夫人，给她留个好印象。对，只要能换来荣华富贵，她让我跪下喊她祖奶奶都成。哎，妈，那辆车怎么停在单独的一个车位，而我们却停在这边的普通车位？我记得云顶酒店确实有个单独车位，那是 VIP 专属车位。这辆车能停在 VIP 专属车位上，难道车上的人是帝豪总裁的母亲？妈，那我们还不赶紧去看看？好。是他们。等等，外面站着的是什么人？这老夫人说话的声音怎么有些耳熟？老夫人，我是赵氏集团的赵杰，特意在此恭迎您。老夫人，我是之前您提拔的付晓，也专程在这儿恭候您。还有我，好丽的张凤，也特地在这儿迎接老夫人。你们迎接我？对对，老夫人，我们都敬仰您已久，早就想一睹您的风采，所以就在这儿专门候着您。是啊，您作为辉煌和帝豪2大集团的掌舵人，我们做梦都想见您呢。是吗？好啊，既然你们这么想见我，那就见见吧。开门。宋兰英，
怎么，很意外吗？宋兰英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可是云顶酒店，你个卖馄饨的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三教九流都能进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今天不仅来，而且还是帝豪总裁亲自邀请来的。帝豪总裁亲自邀请？你胡说什么？今天能让帝豪总裁邀请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辉煌集团董事长帝豪总裁的母亲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你口中这个人？别扯淡了，就你也敢冒充帝豪总裁的母亲？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，赶紧把你租的这辆车开走，这可是云顶酒店的 VIP 专属车位，什么身份也敢停这里？宋兰英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车位可是帝豪总裁母亲今天的专属车位，你再不赶紧把车挪开，等会儿保安一来，你就死定了。是吗？那你让保安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今天哪个保安敢让我挪车。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死鸭子嘴硬。保安，这里有人闹事，快来！你说有人闹事，谁？就是他，他故意把车停在这里唯一的 VIP 专属车位上，我们让他挪车，他还不挪。什么？这 VIP 专属车位可是专门留给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参会嘉宾，谁敢霸占，找死呢！这辆车好像是老夫人的专车。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抓起来啊！抓你妈！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？你也敢让我抓他？死保安，明明是他霸占的 VIP 车位，你打我女儿干什么？我还打你呢！一群白痴！你们知不知道，今天这个车位只有他能停？你说什么？只有他能停？没错，还不赶紧滚！再敢给我乱找事儿，我就把你们全轰出去！你真是岂有此理！你个死保安，给我等着！我们走。傅晓，很快我就会让你认识一个全新的我。真是奇怪，刚才保安怎么说那个车位只有宋兰英能停？难道他真有什么特殊身份？什么特殊身份？肯定是那个保安看到他坐的劳斯莱斯，我以为他是老夫人了。现在保安真是狗眼看人低，恶心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也就是在云顶酒店，我给帝豪总裁以及老夫人面子，不然在外面碰到这种保安，我分分钟腿给他打断。行了，别说废话了，赶紧上去吧。妈，这等电梯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不是认识帝豪总裁吗？我们能不能坐这个贵宾电梯上去？这里是贵宾专享电梯，闲杂人等不得使用。闲杂人等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认识你们帝豪的总裁，今天专程来是参加合作会的，识相的赶紧给我让开，不然你们耽误了我参会，后果自负。认识我们总裁的人海了去了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今天这部电梯只对指定贵宾开放，你们无权使用。好，那你说这电梯谁能用？当然是我能用。宋兰英，这可是贵宾电梯，你个卖馄饨的凑什么热闹？您请。等等，凭什么他能用这个电梯，我们不能用？他当然能用，因为这位贵宾刚刚通过了人脸识别。什么？一个破电梯还有人脸识别？给我放手！我明白了，肯定是你又靠着徐明的关系，是不是？毕竟帝豪集团和辉煌集团本来就是一家。宋兰英，我说你可是真不知廉耻，徐明只是玩玩你，你居然还想靠着他挤进上流圈层。徐明也真是没眼光，包二不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竟然找你这种半截入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是因为你欠他。小小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以为靠点关系就能坐贵宾电梯，他做梦！大家快来看看，这一个卖馄饨的老婆子靠着给人当二奶霸占贵宾电梯，而我们这些正经参加合作会的人却只能挤普通电梯。你们说这公平吗？这合理吗？不公平！我们等电梯都等半个小时了，凭什么他靠关系就能坐贵宾电梯？就是哪来的老东西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想坐电梯后面排队去。听到了吗，宋兰英？大家让你排队去，看来这贵宾电梯你坐不成了，是吗？既然你们不想让这位太太坐贵宾电梯，那你们所有人都别坐电梯了，都给我爬楼梯去！爬楼梯？这到宴会厅可50层呢。算了，既然保镖都这么说了，这位太太肯定是真贵宾，我们听保镖的。
对对，这位太太气质出众，一看就是坐贵宾电梯的人，我支持她。你们看来结果跟你说的好像不太一样。保镖，有人蓄意扰乱现场秩序，该怎么处理？太太，我们现在就把这几个人轰出去。你们敢！我可是帝豪集团请来专门来参加合作会的。等等，既然他说是专门来参加帝豪合作会的，如果这样被赶出去的话，传出去难免会影响帝豪的形象和名声。你知道就好。这样吧，那就让他们还参加合作会，不过电梯就别坐了，让他们爬楼梯。什么？妈，我们先去换身衣服再回来。准备好爬楼梯了吗？宋兰英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举办合作会的宴会厅在50层，你想累死我啊？不想爬？行啊，那就别参加合作会了。反正帝豪的合作会也不缺你们几个。宋兰英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妈，你可不能听他的，这可是50层，这要爬完，我们的腿就废了。是啊，亲家母，我腿脚本来就不好，这50层楼梯我真爬不动啊。现在公司全指望这次跟帝豪的合作，如果错过这次合作会，那公司就完了。别说了，你们不想参加就走，不然现在就跟我一起去爬楼梯。真是倒霉。宋兰英，你给我等着！妈，我临时有个文件要处理，可能晚点到。若雪已经提前去了，等会儿你们见了，在宴会厅等我就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儿子。这个爱签到的宋兰英，累死我了。妈，要不你跟1号总裁打个电话吧，这楼梯我真不想爬了。是啊，阿姨，我都快累虚脱了。今天帝豪总裁肯定很忙，这点小事就别再找他了，大家再坚持坚持。帝豪市场总监黄海是我朋友，等到了宴会厅，你们看我怎么让他收拾宋兰英。帝豪市场总监？不愧是云顶酒店最大的帝王厅，这也太豪华了。是啊，这么一看，突然觉得爬这50层也值了。瞧瞧你们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不过是个宴会厅而已。妈，你不是说帝豪的市场总监在这儿吗？他人呢？这不是来了？赵姐，赵姐，刚听手机里说你们爬楼梯上来的，这楼下保镖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让你们爬楼梯？一两句说不清，刚才被一个冒充贵宾的老婆子给算计了。冒充贵宾？刚刚我还真接到了一个女人冒充贵宾的消息，不过我已经让人把她赶出去了。她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老婆子吧？肯定是她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黄海我朋友，帝豪的市场总监，肯定能帮我们出气。那个宋兰英刚才不是挺牛乎乎的，装贵宾耍威风，还不是最后像狗一样被赶出去？妈，还是你厉害。老弟，谢谢你啊。赵姐，都是朋友，跟我还客气。老弟，这次我公司跟帝豪合作的事儿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我可都给你打过去了。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老弟。帝豪集团的总裁和老夫人是不是也该到了？刚接到通知，总裁临时有事，可能晚会会儿到。不过这个点儿，老夫人应该是到了。帝豪集团总裁母亲，辉煌集团董事长到。可惜，也就是宋兰英没在这儿，不然今天指定有她喝一壶的。没错，帝豪集团总裁母亲，辉煌集团董事长到。宋兰英，老弟，你
你不是说把他赶出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宋兰英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都把你赶出去了，你还能偷偷上来？把我赶出去？我说，你刚爬楼梯是不是脑子累傻了？你在做什么梦？宋兰英，你还不承认？行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就满足你。黄总监，刚刚就是他在楼下伪装贵宾，导致我们几个爬的楼梯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什么？老东西，你竟然敢伪装今天合作会的贵宾，活腻了！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帝豪的市场总监黄海，今天这场合作会的负责人。身为帝豪市场总监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只听他们一面之词就来斥责我，你感觉这合适吗？宋兰英，我马上就成为帝豪的合作伙伴了。黄老弟不像我，难道像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就你这种人，也配跟帝豪合作？老东西，配不配可轮不到你说了算。我是市场部总监，我说谁能合作，谁就能合作。所以你要帮他暗箱操作。老东西，偷偷告诉你，我已经都帮赵姐安排好了，只要总裁一到，我就会当场宣布他成为帝豪的合作伙伴。黄总监，不得不说你胆子是真大，你就不怕你的所作所为被副总知道？我做事滴水无漏，副总怎么可能知道？那如果现在我要打电话告诉他呢？一个冒充贵宾的老婆子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有副总电话吗？就打。我有没有电话，你看着就好。你干什么？黄总监，不能让他打这个电话。他虽然没有你们总裁电话，但是他认识辉煌集团的副总徐明。万一把不该说的传到辉煌董事长耳朵里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喂，妈。喂，喂。奇怪，怎么挂了？难道是我妈没见到若雪？不对呀，若雪这个点应该已经到了。司机，快点开，尽快赶到合作会。是，副总。快看，他根本就没打，他刚才是骗我们的。原来你在骗我们。把手机还给我。手机我先替你保管，等合作会结束后再给你。老弟，这易豪总裁和他妈马上就到，要不把他先抓起来吧？我怕他等会儿在现场胡说八道。对，黄总监，这个老婆子很坏的，上次她在辉煌周年庆就没少诋毁我们。好，保安，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抓起来。是。住手！阿姨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是谁？黄总监，这个女的肯定是宋兰英请的演员助理。上次在辉煌周年庆，她用的就是这种套路。我说你个小贱人，宋兰英给你一天出多少钱的出场费，让你这么配合她演戏？不会连100块都不到吧？原来你就是付晓。宋阿姨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，没想到竟然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，真为宋阿姨感到不值。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欠打！小小，你敢打我？你对宋阿姨不敬不孝，我打的就是你。真是反了天了，哪来的黄毛丫头也敢在这儿捣乱？你知不知道这可是帝豪的合作会，活腻了。这谁啊？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竟然敢在这儿闹事儿，他疯了吧？是啊，得罪帝豪集团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这女孩估计要完蛋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她给我抓起来！我看你们谁敢动她？知不知道她是谁？她可是你们总裁的女朋友。什么？总裁的女朋友？若雪，你先去把礼服换上，再把我给你买的镯子戴上。好的，阿姨。
今天确实有消息说，不仅副总母亲会出席，副总还会带女朋友来。她难道真是副总女朋友？还真有可能。你们看这女孩，五官精致，气质不俗，还有她手腕上的玉镯，好像还是款帝王绿。帝王绿？这不是昨天在帝豪珠宝宋兰英拿徐明的黑金卡买的那款镯子吗？怎么会在这个女的手上？如果她真是副总的女朋友，那这个老婆子是谁？难道她是副总的母亲，辉煌集团的董事长？不可能，这老婆子是我养母，我从小到大她都在路边卖馄饨，怎么可能会是副总的母亲？别说，这老太太还真像我之前经常吃的那家馄饨摊的老板。我说怎么这么眼熟？搞了半天，原来真是个卖馄饨的。大家听到了吗？我没说错，他就是个卖馄饨的。刚刚就是他们联合在冒充帝豪总裁的母亲和女朋友。老东西，我差点还真被你们骗了，连我们副总母亲都敢冒充，我看你真是老寿星上吊，嫌命长了。现在我就把你们抓起来，等副总到了，你们就死定了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你们总裁打电话过来了。总裁电话，来电备注是威廉。我们总裁可不叫这个名字。威廉是行舟在国外常用的英文名，我忘记改回来了。黄总监，我刚说的没错吧？这个贱人就是宋兰英请的演员，她现在把我们当猴耍呢。等会儿总裁真正的女朋友要是来了，看到有人冒充她，肯定会生气的。是啊，这种贱蹄子必须给他抓起来，说不定等会儿帝豪总裁他们一到，还能拿他们邀功呢。抓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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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既然你不信，那就接电话吧，看看打电话的人到底是不是你们总裁副总。接电话？你觉得我很好耍吗？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你们总裁马上就到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去你妈的！老子字典里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儿，还敢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，真他妈找死！若雪，姓黄的，你真是无法无天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如果到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冒充我们总裁母亲也就算了，你还敢威胁我？我看你也是他妈想死！住手！我看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冒充我的母亲。副总，副总，您终于来了。今天合作会闯进来两个疯子，他们一个冒充您的母亲，一个冒充您的女朋友，我正要把他们抓起来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今天可是我帝豪集团最重要的合作会，居然敢在这儿冒充身份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他们在哪儿？副总，就是他们。对对，是他们两个。宋兰莹，这次你真的要完蛋了。妈！妈！什么？她竟然真是帝豪总裁的母亲？刚不是说她就是个卖馄饨的吗？还不快松手！妈，若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没事吧？儿子，这就要问问你的这个好下属，让他说。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副总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你和付晓他们勾结在一起，非说我们的身份是冒充的，还命令保安把我们抓起来，你还打若雪的耳光，你说这是误会？啊！你敢让人抓他们，还敢动手打我女朋友？我，副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副总，我真不知道这阿姨身份是您母亲啊！
我要知道，就是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动他呀！是他们，刚刚都是他们让我动的手，都是他们！给我滚开！副总，我们也是冤枉的。哼，冤枉？那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是谁冤枉了你？说！副总，您确定她是您的母亲？她可是我卖了20多年馄饨的养母，怎么可能会是您的母亲？而且，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她有个儿子。我自己的亲妈，你感觉我会认错？只是我从小在国外长大，你没见过我而已。什么？付晓，当年我妈把你从孤儿院抱回来，几乎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，而你却忘恩负义，为了讨好你未来婆婆，竟然因为一点嫁妆，跟养了自己20多年的母亲掀桌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就是个畜生！为了讨好婆婆，竟然跟养自己的母亲闹翻，这女儿也太畜生了。是啊，我要是有这样的白眼狼女儿，看我不打死她！也就是说，我养母，她的真实身份根本不是摆摊卖馄饨的，而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。他不仅仅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，帝豪集团事实上也是他的，只不过对外一直宣称是我在管理而已。什么？帝豪集团竟然也是他的？我的天哪！岂不是说京海的首富根本不是副总，而是他妈？那我入职辉煌集团，以及提拔我为辉煌集团总经理，还有豪利获得辉煌的合作，这些事情也都是他在背后帮的我。你觉得呢？不然你真以为靠你自己就能进得了辉煌集团？更不要说提拔你当辉煌集团的总经理了。那天周年庆上，徐明说的都是真的，真的不是靠能力拥有的这一切。不对，我能提拔总经理，不是我亲妈帮的我吗？怎么会是他？妈，你快告诉副总，是你帮我的。他帮的你。付晓，到了现在你还在做梦？我妈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，你觉得除了她，放眼整个京海，谁还有这个实力来帮你？辉煌集团提拔我为总经理的事情，不是你帮的，那我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承认？你不是跟我说你是副总朋友吗？朋友？他是个屁，我都不认识他，他是我什么朋友？你说什么？副总，你不认识他？你自己问他，我认不认识？小小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既然他是辉煌集团的董事长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告诉我他的身份？说到底，还不是没把我当女儿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把你当亲生女儿，他才没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想好好培养你，不想让你从小就被各种诱惑所包裹。他想磨练你的意志，这样你长大以后才能更好的接手辉煌集团。让我接手辉煌集团？没错，你这次出嫁的嫁妆其实就是辉煌集团，还有一个祖奶奶留下来的价值上亿的玉镯，只是这一切都被你自己给毁了。什么？你说我那天摔碎的镯子竟然价值上亿？哎呦，我张凤当时怎么目光就那么短浅，非要那100万现金干什么？这可是价值上千亿的辉煌集团和价值过亿的镯子啊！妈，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呢？我要是知道你给我的嫁妆那么贵重，我不可能那天对你是那种态度的。原来你对我的态度，全看我给你了什么样的嫁妆。付晓，这种话你真有脸说出口？别叫我妈，我嫌恶心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是一时糊涂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错，我原本是给你准备了最好的嫁妆，但后来我发现你根本就不配，反倒我应该谢谢你。如果不是那天你让我彻底看清了你的真面目，我的辉煌集团还真就落到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手里。妈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给我滚开！你不配叫我妈，我也没有你这种白眼狼女儿。宋总，之前跟你要嫁妆那个事情都是误会，都是我被付晓蒙蔽了。其实给不给嫁妆都行的。对，阿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如果你愿意，我顾少晨可以倒插门的，再给我们豪利一次合作的机会吧。这个时候了，你们两个还幻想着跟辉煌集团合作，
我告诉你们，这辈子都别想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去！等等，副总，我就知道你心善。心善？我听说你要嫁妆那天打了我妈。副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妈！扔出去！宋总，我们错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现在公司全指望着这次合作会，如果宋兰英这个时候报复我岂不是全完了？宋总，都是小肖不懂事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您毕竟养了他20多年，肯定也是有感情的。要不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从他跟我翻脸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失去了所有机会。宋兰英，我都给你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你那是发自内心认错吗？你那是因为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。如果我真只是个卖馄饨的，你还会跟我认错？付晓，别装了。好，宋兰英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辉煌集团董事长，你在我心里永远也比不上我亲妈。我亲妈自从认了我以后，甚至还主动带我去体检。你呢？从小到大，你连件名牌衣服都没舍得给我买过。所以你认为他带你体检是在关心你的身体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他带你体检，是因为他想要你的命。你说什么？看看这是什么？你以为赵杰为什么丢弃了你20多年，又突然找你相认？那是因为他得了尿毒症，而你是他肾脏移植的最佳匹配人。你现在手上的这份报告，就是出自你体检的那家医院。这些都是真的。小小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解释什么？我的亲妈竟然想要挖我的肾来续命，赵杰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等死吧！我是不可能把我的肾脏给你的，想都别想！小小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尿毒症已经到晚期了，如果再不更换肾脏，我身上的毒素就没办法排出去，我就要死了！我可是你亲妈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死？你死不死管我屁事儿！刚认我几天啊，就想拿我给你续命，你做梦！你敢打我？宋总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老娘给你买各种名牌包包和衣服，对你付出那么多，现在你竟然要眼睁睁看着我死！我告诉你，这次你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够了！今天是我帝豪的合作会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！副总，我可是帝豪集团未来的合作伙伴，你不能把我赶出去啊！合作伙伴？对，黄总监已经考察过我们公司了，我们公司是符合帝豪集团合作标准的。黄总监，你快跟副总说呀！星洲，别听他们的，这2人暗中勾结，暗箱操作这次合作会。刚才你没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我面前炫耀，现在还想欺骗你获得跟帝豪合作的机会。赵杰，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跟帝豪合作。副总，不是他说的这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副总，是他，都是他非要贿赂我，非要给我送钱送礼，让我帮他拿到合作，都跟我没关系的，我没答应他，副总。之前公司有人检举你在私下贪污受贿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全是真的。黄海，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，而且我会让公司立即对你展开调查，一旦坐实罪行，我一定让你牢底坐穿。副总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次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坐牢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滚开！还有你，从现在起，你被帝豪集团永远拉黑，这辈子都别想跟帝豪合作。而且后续调查过，发现你和黄海存在私相授受，
我一定会把你送进牢狱。一切都完了。妈，我错了，都是小小之前混蛋，求求您原谅我吧。之前的事情其实都是他和张凤指使的我从来没想要跟您断绝关系，从来没想过。付晓，你胡说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挑唆我，我怎么会跟我妈翻脸？妈，人无完人，儿女哪有不犯错的？您肯定不会因为我犯一次错就放弃我，对不对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弥补，好吗？没想到你不仅白眼狼，还是个懦夫。你自己做的事情敢做不敢当。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再认你这个女儿，永远都不会。滚开！邢舟，把他们都轰出去，我再不想见到他们。好，扔出去。妈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以后你身边还有儿子。各位，今天除了举办这场合作会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那就是趁此机会，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位宋兰英女士。她不仅是我傅行舟的亲生母亲，更是整个帝豪集团以及辉煌集团幕后真正的董事长，京海市真正的首富。还有她，我身旁的另外一个女人，她是我傅行舟的女朋友沈若雪。妈，今天我听徐明说，自从那次合作会后，傅晓这2年的日子过得不是很好。他不仅和赵杰断绝了关系，顾少晨因为豪利的破产，也将他甩了。好了，妈，行舟，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了。妈，那有个卖馄饨的，好久没吃馄饨了，我们过去尝尝吧。好。你好，你们……妈，你认错人了。不好意思。下3碗馄饨吧。妈，我们去做吧。